打開水龍頭就能用上安全放心的自來水。這份看似平凡的日常，卻讓香港各大濾水廠日夜不停的嚴苛把關。而最近，在香港的小蠔灣濾水廠來了一位剛剛入職的新員工，他雖個頭不大，卻身懷絕技。智慧犬啦，其實就係我哋水務署智能巡檢技術嘅其中一個試點項目嚟嘅。咁現時就係喺我哋身處嘅地方啦，就係小蠔灣濾水廠啦，就進行呢個試點項目啦。我哋個主要目的咧係想構建一個以數據為核心嘅一個智慧自動巡檢嘅模式咧，去配合翻我哋日常水務署水廠嘅一個巡查嘅工作嘅。白色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雙光雲台，咁佢有一個紅外線嘅鏡頭咧，就係當佢幫我哋喺巡檢嘅期間咧喺水廠咧去監測一啲設備，就透過熱成像呢啲影像咧拍攝咧，就睇下設備會唔會過熱啦，或者會監測下環境會唔會有啲過熱嘅有啲火種啊，或者一啲不正常嘅一啲環境嘅情況。前面配置咗一個高清嘅鏡頭啦。咁喺巡檢嘅過程亦都會拍攝一啲影像咧，翻嚟傳輸翻去我哋嗰個控制台咧，做一啲分析嘅。紅色個燈底下呢一個設備其實就係一個5合1嘅一個氣體監測器。咁佢可以監測到氧氣啦、二氧化碳啦、H2S 氯氣啦，同埋呢個甲烷嘅。咁5種氣體嘅。咁當佢監測到氣體個濃度咧，超過咗我哋設定嗰個 ppm 咧，佢係會有響警報嘅。現場嘅同事咧，當可能喺附近咧會知道咗呢個警號啦，去作出進一步嘅跟進同安排。咁佢日常工作其實就係配合我哋預先設定咗嘅一個巡查路線啦。咁佢會執行一啲我哋特定安排咗嘅任務啦。咁整個巡航路線咧都配合翻我哋運作組嘅需求嘅。咁每次出嚟做巡檢嘅時候咧，係全自動咧，就唔需要有人手嘅去做一個操作啦。咁整個巡航嘅路線咧，當佢完成咗之後咧，佢係會翻去我哋依家眼前呢個充電站裏邊咧，就會再充電嘅。咁喺充電之後咧，其實我哋狗狗亦都可以再運行2至3個小時。咁而家咧就係我哋呢個狗狗嗰個控制平台啦。其實我哋安排咗有2個嘅巡檢路線嘅。咁而家我哋可以即時執行個示範先啦。譬如呢啲救生圈啦，咁平時正常咧都會放喺呢個地方嘅。咁如果佢見到譬如呢個救生圈咧，同平時個位置唔同咧，佢亦都會將呢個信息咧傳輸翻去我哋個控制台裏邊。見到整個巡檢嘅過程咧，完全冇人手操作嘅，咁係完全係全自動去導航去執行嗰個巡檢個任務嘅。香港水務署電機工程師關百安告訴香港中通社記者，隨着市民用水需求越來越大，濾水廠的擴建給前線同事帶來了愈加沉重的運營壓力。目前智慧犬的高效率巡查，也讓同事們有更多的精力處理更加重要的任務。例如水廠你都見到其實一路擴建啦，咁個範圍越嚟越大，運作個複雜程度咧越嚟越多，即係越嚟越大啦都。咁利用機械人可以協助到我哋嘅前線同事咧，去執行一啲比較頻常同埋每日都要做嘅一啲工作啦，重複性嘅一啲巡檢工作啦。咁嗰部分就可以減輕咗我哋前線同事騰空咗啲時間咧，可以出嚟做其他即係運作上邊嘅更緊要嘅工作。7月19號，香港筲箕灣區內一條舊水管爆裂，周邊多處用戶從早上開始停水，近1萬戶受影響。水務署署長黃恩諾表示，因為此次情況的檢查較為困難，所以維修同事使用機械人以及噪聲記錄儀幫助進行判斷。署長口中前來幫助的機器人，就是水務署招聘的另一位高手——智管探。2018年，面對日益增多的爆湖事件，香港特區政府定下目標，要在2030年前將水管的滲透率降至10%以下。但香港地勢多山，地下超過8400公里的管道有9曲13彎，僅靠人工巡查很難高效完成。而這些困難就是智管探的舒適區。機械人咧就配備咗一個聲納嘅一個儀器同埋一個高清嘅鏡頭。咁可以咧喺個水管裏邊咧係可以幫我哋去收集到一啲漏水嘅聲音啦，同埋就係可以有個高清嘅鏡頭可以拍攝到嗰個水管內部嘅情況。舊年嘅8月咧，濾水廠運作嘅同事咧就發現咗我哋喺呢個
濾水廠裏邊咧原水嘅管道咧就有一個滲漏嘅情況。咁我哋咧就將呢個嘅機械人咧就透過呢個咁嘅投放點咧，咁就放咗入去嗰個水管裏邊去進行檢測，去視察裏邊嘅情況啦，同埋去收集一啲相關嘅漏水聲音嘅。咁最後咧，咁就成功咁樣去揾到個漏點，報告翻俾我哋前線運作嘅同事，咁然後進行修補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水務署同埋我哋嘅合作伙伴研發嘅 APP 機械人嗰個視窗平台。咁咧其實可以透過呢個畫面咧，我哋見得到好多唔同嘅嘢嘅。中間個主畫面啦，咁就可以俾我哋可以透過個鏡頭即時睇得到嗰個管道內壁嘅情況嘅。咁下邊咧就係有3個嘅唔同嘅頻譜啦。咁咧就可以俾我哋咧係收集一啲聲音嘅數據，同埋反映翻聲音數據。如果佢裏邊有漏水嘅話咧，咁裏邊咧就可能會有啲特別嘅聲音。咁呢啲聲音咧就可以透過我哋個機械人咧採集到，咁去反映翻喺我哋呢個畫面裏邊。咁啊，從而再加以分析或者去尋找一個漏點嘅。香港水務署的同事告訴記者，不論是智管碳還是智慧犬，都是依託香港設計和內地強大的供應鏈與成熟的機器人製造體系，將概念迅速、低成本、高效率地轉化為實物。通過兩地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香港水務向智能化轉型。咁我哋水務署咧就喺舊年嘅9月就成立咗一個管道機械人聯合實驗室，咁就係聯同香港理工大學同埋一個內地嘅機械人製造商，係開發一個本地專用嘅管道機械人。我哋有水務署嗰個管網嘅管理經驗啦，同埋就係配合咗香港理工大學一啲尖端嘅科研嘅實力同埋成果，同埋就係配合翻內地製造商佢哋嘅成熟嗰個做機械人嗰個生產線，咁其實係3方去協作嘅。因為每一個任務咧都比較特別嘅，譬如可能係巡檢影像嘅時候咧，去拍攝影像，去對比翻之前應該喺一個合適嘅地方個設備嗰個狀況應該係點樣嘅。咁點樣去巡檢嘅期間，佢可以發現到佢有異常咧？我哋都係揾翻即係相關機械狗嘅即係技術成熟嘅一啲公司去合作嘅。咁當然要香港內地有團隊去支援啦。咁當然中間都可能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挑戰嘅。咁可能我哋都要就住我哋香港嗰個管網嘅獨特性，咁我都提出一啲要求，比較可能多9曲13彎嘅或者高水壓嘅。咁我哋咧呢啲咧都可能要去同我哋嘅內地嘅製造商去討論，去睇下點樣可以去改善嗰個機械人，去提高佢嗰個運作嘅能力，同埋就係睇下佢點樣可以應付到香港嗰個多彎同埋高水壓或者多唔同類型嘅管材嘅情況。